大家好，又嚟到今個禮拜嘅 Crypto Weekly 時間。你哋上個禮拜有冇覺得個金融市場好似拍緊災難片咁？當大家平時覺得最穩陣嘅股票市場，特別係韓國股市，喺短短40日內下挫咗大約40個百分比，蒸發咗成2兆美元市值嘅時候，你可能會以為全世界都末日啦。點知我哋平時覺得最驚心動魄嘅加密貨幣，竟然喺呢場大崩盤入面玩逆市奇蹟。比特幣上個禮拜整體表現相對穩定，圍繞64,000美元水平反覆上落，全星期變動唔大。以太幣則略為跑贏比特幣，錄得約1%至2%嘅升幅，但仍然未擺脫1900美元附近嘅整固格局。雖然美股受企業業績、聯儲局偏鷹立場同晶片股回調影響而受壓，但幣圈表現相對有韌性，令唔少投資者開始討論加密貨幣會唔會正逐步建立自己嘅市場節奏。不過現階段講完全脫鈎仍然言之尚早，更合理嘅解釋係加密市場近期缺乏大型槓桿清算，加上資金持續流入 ETF 以及中東局勢降溫，改善風險情緒，令比特幣同以太幣喺股票調整期間仍然能夠守住主要支持位，展現出相對較強嘅抗跌能力，而唔係真正進入咗一個完全獨立於傳統金融市場嘅新週期。我哋首先講下上個禮拜最震撼嘅宏觀經濟背景，呢個亦係理解今個禮拜走勢嘅關鍵。韓國股市 KOSPI 指數嘅大崩盤，其實係一場槓桿同埋人工智慧敘事嘅正面碰撞。喺之前嗰6個月，因為三星電子同埋 SK 海力士呢啲晶片巨頭帶頭升咗2至3倍，吸引咗勁多散戶入市，仲要係用埋啲槓桿型個股 ETF 同埋融資買入，結果上個禮拜一爆，就有成120萬個散戶賬戶要追繳保證金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爆倉。當中有成30幾萬個賬戶係直接歸零，呢個數目佔咗韓國成年人口嘅3.4%啊！當啲人喺度舔緊傷口嘅時候，點解加密貨幣可以升得咁靚？呢個就要講到宏觀研究員 Michael Howell 嗰個成15年嘅流動性模型，佢發現全球流動性每增加1個百分比，加密貨幣平均就會大升11個百分比，呢種敏感度係黃金嘅4倍。雖然聯儲局新主席 Kevin Walsh 喺上個禮拜嘅議息會議決定維持利率係3.5至3.75個百分比不變，表面上好似好鷹派，仲話通脹目標一定要去返2個百分比，但係市場已經睇到30年期公債殖利率衝到去5.2個百分比嘅19年高點。呢種強硬嘅貨幣政策雖然依家喺度收縮資金，但其實係為之後嘅流動性擴張埋下伏筆。一旦系統入面有嘢斷裂，聯準會就一定要放水。而醒目錢已經喺度壓住緊呢個未來，所以加密貨幣先會領先反彈。我哋跟住睇下比特幣嘅技術走勢分析。上個禮拜比特幣雖然喺64,000美元附近震盪，但表現其實仍喺度維持得好穩陣，冇跟住納斯達克指數一齊跌。呢個去相關性係一個好正面嘅信號。最令人驚訝嘅係鏈上數據同埋交易所掛單出現咗異常異動。有一隻超級大鯨魚將原本掛喺61,300美元嘅巨量現貨買單，直接上調到去64,000美元，仲要係喺交易所直接全部成交晒。緊接住又有另一隻大鯨魚加咗400幾粒買單入去，亦都係成交咗，即係話短短幾分鐘內就有人喺交易所一口氣接走咗價值1億多美元，總共1700多粒比特幣。平時咁大規模嘅交易，啲鯨魚為咗安全同埋唔想影響價格，通常會行場外交易。但呢隻鯨魚竟然咁趕時間，直接喺2級市場買，好大機會係佢哋覺得6萬至65,000美元呢個區間就係大底，或者係收到風，今個禮拜會有啲好緊要嘅利好消息。從日線圖睇，比特幣目前喺64,000美元呢個密集成交區有強大支撐，雖然短線高點好似有啲降低，形成緊一個回踩，但只要守得住64,000美元，下一站好快就會挑戰68,000美元。如果真係跌穿咗，我哋就要留意61,000美元呢啲針尖點位。講到以太幣，機構資金亦繼續提供支持。美國上市現貨以太幣 ETF 已經連續4個星期錄得資金淨流入，反映長線投資者仍然持續吸納。短線技術走勢方面，以太幣目前仍然喺1900美元附近整固，100日指數移動平均線附近仍然存在一定阻力，而50日平均線則提供初步支持。如果後市能夠有效突破2000美元呢個重要心理關口，市場下一個較重要嘅技術目標將會望向約2480美元水平。
不過更值得留意嘅並唔係短期價格，而係以太幣喺全球金融市場嘅角色正在改變。以太幣已經唔再只係一隻加密貨幣，而係整個智能合約、生態系統同代幣化資產嘅底層基礎設施。近期 S&P Dow Jones 推出涵蓋以太幣、BNB、Solana 同 Tron 等主要公鏈資產嘅加密貨幣指數，正反映傳統金融市場開始將呢類資產納入標準化投資框架。隨住 ETF、指數產品以及機構配置逐步成熟，以太幣正由一項高風險投機資產，逐漸演變成機構投資組合入面具有策略配置價值嘅核心數碼資產。不過，我都要幫大家潑一潑冷水，提醒大家要保持警覺，因為今個禮拜我哋要面對8月季節性弱勢嘅挑戰。根據過去4年嘅數據，比特幣喺8月從來未試過收綠色，即係未試過升呀，平均跌幅係10個百分比。2022年跌咗13.9個百分比，2023年跌咗11.3個百分比，2024年跌咗8.7個百分比，連2025年都跌咗6.5個百分比。雖然呢個跌幅有逐年縮細嘅趨勢，但係如果歷史重演，比特幣今個禮拜好大機會會回踩返去58,000至62,000美元呢個區間現底，然後先再向上衝。呢個區間其實同我哋之前講嘅熊市大底區間好接近。如果真係跌到去呢度，對於長線分批買入嘅朋友嚟講，反而係一個好正嘅入貨機會。我哋要留意，目前市場心理好奇怪，當跌到58,000或者59,000美元嘅時候，啲散戶反而想賣，但其實嗰度先係長線嘅支撐位。另外，我一定要提提大家一個非常嚴重嘅保安消息，呢件事真係聽到都覺得驚。上個禮拜，Coldcard 硬體錢包爆出嚴重漏洞，駭客利用一個所謂低3嘅漏洞，喺短短10分鐘內就盜走咗價值3000萬美元嘅加密貨幣，有成500幾個錢包喺25分鐘內被掃空。而且呢啲駭客仲係預先揀好晒啲高價值錢包嚟攻擊，有一個錢包一夜就冇咗180萬美元。如果大家係用緊 Coldcard 舊型號機產出嘅種子碼，又或者係冇用到多重簽名或者時間鎖保護，真係要考慮即刻將啲幣移去其他安全嘅地方，唔好因為慳少少時間而損失晒所有積蓄呀。依家啲駭客會用 AI 嚟有漏洞，大家一定要比佢哋更專業先得。我哋跟住睇下今個禮拜嘅預測同埋要注意嘅嘢。今個禮拜加密貨幣市場有3大催化因素。第一係嗰個搞咗好耐都冇聲氣嘅清晰法案，雖然參議院之前嘅投票流產咗，搞到 Polymarket 上面預測法案通過嘅機率跌到得返26個百分比，但係最新消息指有新草案送咗去白宮，大家要密切留意特朗普對新草案入面啲道德條款嘅態度。如果特朗普開綠燈，法案有機會喺國會休會之前通過，到時幣市一定會大升。第二係機構資金嘅動向，特別係微策略會唔會喺呢個位繼續加倉，同埋現貨 ETF 嘅流出入情況。上個禮拜五雖然有啲小回調，但 ETF 整體仲係有2億3300萬美元流入，顯示大錢仲喺度接貨。第三就係技術面嘅博弈，比特幣喺64,000美元呢個關口嘅爭奪戰，會直接決定今個禮拜嘅方向。對於今個禮拜嘅操作，我嘅建議係保持簡單，唔好俾嗰啲複雜嘅指標或者新聞標題嚇親。你要叫出你相信嘅資產，然後喺大家覺得個市死得嘅時候，分批累積。好似 Robinhood 咁，佢哋嘅加密貨幣營收雖然跌咗38個百分比，但佢哋喺度積極轉型去做代幣化股票，呢個先係未來嘅大趨勢。當大家仲喺度爭論緊比特幣有無內在價值嘅時候，機構已經喺度建立緊標準，將加密貨幣納入投資組合。今個禮拜如果見到回調，唔好驚，要冷靜分析係咪到咗我哋之前講嘅支撐區間。總結嚟講，上個禮拜嘅幣市獨立日話俾我哋聽，加密貨幣正在喺度脫離傳統股市嘅束縛。雖然8月有季節性下跌嘅魔咒，但鯨魚喺64,000美元嘅強勢買入，同埋以太幣匯率嘅反轉，都顯示大趨勢仲係好健康。大家記得要做好風險管理，特別係錢包嘅安全，唔好隨便開高槓桿。如果比特幣可以爆量突破短期持有者嘅成本線，咁大牛市就真係要正式回歸啦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